以赛亚书58章第6节到12节。第6节，其实我所爱的禁者是安尼：偷开无公正的锁链，加断白重担的锁，偷放受压迫的得自由，讲断一切的担。我所爱的减毋是恁甲妖恶的分享食物，接待无甲可贵的善食人去恁兜，互赤身裸体的有啥通满，无闪避对亲人的责任。安尼，恁的光会亲像黎明发出的光，恁会真紧得到医治，恁的公义会做先锋带恁，上主的阳光会伫后面保护恁。迄时，恁求叫上主一定应答。恁对伊求帮赞，伊会讲我伫遮。恁若将欺压人的胆刷开，将指责人的镜头刷走，无搁讲人的歹话。恁若将食物分互妖恶的人，满足困苦的人的需要，安尼恁的光会伫黑暗中发出，暗暝会亲像日中昼。上主会继续引带恁，互恁伫空闲的所在，逐项拢满足，互恁的骨头勇壮。恁会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亲像有水直直流的水泉。恁会重建早就荒废的所在，修建古早就有的地基。恁会互人称作补破徛的，互人叫做修理厝，互人徛起的。